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31178例本土病例，有27人死亡，暂有5000多人领抗病毒药已经有过退烧。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红白讲，接农委会5000多万的研究计划报告嘛是抄的，也毋过张善政讲这是歪误。今年第11号风台轩来诺强度搁再增加，可能会成做强烈风台，拜4到拜6上接近台湾。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31178例本土病例，有27人死亡，确诊的案例是比顶礼拜二加出5000多例。另外，指挥中心讲，昨就开出5000多份抗病毒的药啊，显示讲确诊数增加袂少，也毋过药的存量阁有够，也毋过即马台北市空床率已经剩无到4成咯。会看情况，阁来增加专职病房，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有31178例，那境外移入有310例，那死亡个案有27例。那今天的个案跟上周二相比多了5083例，那有增加了19.5%啊。跟过去的几周相比也确实就是说，从这个7月19号。那一天有6000多人份的领用以来又回到了这个5000多的这个数字，所以也是显示说，确实目前国内确诊的人数有在增加，所以在我们药物开立的部分也都有增加的情形。不过这个药物的储存的量都非常的足够，所以请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病床数有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当然占床率也会提高。今天早上的会议的决议呢是都会予以调升，在应变医院的部分呢，至少各县市的这个开设床的比例数都会提升到15%到20%。今仔各中小、各高中拢开学咯，各校啊拢有真侪出头来迎接大家读国小的囡仔。嘛，因为防疫，大部分拢无开放家长入去校园。校园防疫的新制度是对9月12日开始，一班有一个学生确诊，规班的同学拢爱做快筛哦，阴性得当继续上课。因为9月12日打过中秋连假，家长嘛拢真烦恼，讲群组感染会阁增加。囡仔真侪国校1年的学生，老爸老母伫学校门口做伙翕相做纪念。不过因为防疫的规定，敢若一个家长会当陪学生入去学校，而且9点就爱离开。其他年级的学生家长，敢若把囡仔送到学校的门口，学生囡仔家己出消毒剂，打过透白的漂白水入去学校。为什么会有一点兴奋？因为我在家里都没人跟我玩。伫运动场开学，唱国歌、擂国旗，大家阁小过真久才办实体开学。虽然讲伫户外，毋过老师甲学生犹原是全程挂喙暗。校长表示，规个学校包括幼稚园，拢总有400位学生，要袂做一表的占4成，若1/3是确诊好完全啊。他5月确诊啊，可是到8月底不能打，他9月开学也来不及打。学校要紧防疫，因为8月30到9月11，只要一个人确诊，全班犹原爱停课3日。不过9月12过后，确诊的学生居家照护7天了后，不管是同班的同学，还是有甲喙暗绑落来做伙活动15分钟以上的学生，若准学校提供快筛，阴性无症头，就会当回去上课。不过9月12日中秋拄过，有一寡家长心内有疑虑。9月12号因为中秋节过后，所以很怕说群聚之后是不是会增加一些传染力。也不希望就是动不动就全班停。对，其实是因为我就是想要正常生活，那指挥中心这样我们就配合啊。地饭搅肉糊出来海的，要做一粒一粒的饭圆。学生囡仔透过活动渐渐惯习伫学校上课。111学年度才拄开始，老师期待疫情莫阁反考，会当继续维持实体上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份，南投的空间生技公司有4人死亡、1人受伤的命案。南投地检署调查认为，讲凶手李凤燕因为8当前伫工课场的玩手提枪杀人，罪嫌重大，犯后态度阁真歹，嘛无交代枪击的来源，建议法院判死刑。被告共着手杀害5人，造成4人死亡，1人头部重伤。死者其中2名为女性。就被告犯罪的手段，被告是使用枪支行凶，而且近距离开枪，4人1枪毙命。就被告犯罪后的态度，被告在被捕之后，公然对媒体表示，他是为了要报仇，得意洋洋且毫无悔意。
这命案造成生技公司的负责人赖敏兰重伤，伊的小弟、查囝、有科长、有一个会计，拢互枪杀死亡。嫌犯的手段是真粗残，检方伫今仔正式起诉，要求法院判死刑。再来看检警侦办甘宝街林口环温，继续的掠人，到礼拜已经掠到上百个嫌犯，有39个人互裁定羁押。因为事件嘛真受到国际的注意，警方表示甘宝街犯罪集团即马拢刷去寮国，继续犯案。涉嫌访问台湾人去甘宝街姓简的查某人，伊一个入境，随去互花莲凤林分局的刑警甲绑起来。因为伫8月初，伫甘宝街死亡的花莲姓马的查甫人，就是伊牵交的。警方掌握相关的童年记录，认为伊是重要干部。目前的话，掌握到简女这条线出去的受害人大概有多少？简女她可以成为干部层级，想必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或者是良好的绩效。目前这块我们还在陆续清查中。亲像简女这款涉嫌人口运贩的人蛇集团，已经有侦破50件，拢总138人涉案，其中39个人拘押。目前已经有受害民众306个人。警方嘛，伫机场考劝国人，唔通去这个危险的国家。各国开始对于柬埔寨开始施压，所以有部分的一个诈骗集团开始往其他地区流窜。那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我们缅甸的网邦的 KK 园区，那有部分也开始往寮国移动。那我们在8月20号也在泰寮边界拯救出5名这个被害的国人。根据返来台湾的受害者表示讲，伫诈骗集团内底有真侪干部其实是受害者变做加害者，所以警方嘛来调查这个返来台湾的民众，伊到底有来犯罪无？办这款下国诈骗有一定的困难度，警方嘛经过因的口径来做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第11号风台轩南诺，目前是位伫台湾的东北东方1600外公里的海面上，强度是搁继续的增加，有可能会来真做强烈风台哦。伫9月初1到初3，就是拜4到拜6这3天离台湾上近，北部搁有东北部会落雨，也毋过台湾敢会发布风台警报，爱搁变看。北台湾出日头的好天气，只会继续到拜3暗。随着今年第11号风台轩南诺渐渐啊挖近，北部东北部会转为有雨的天气。拜4、9月初1开始，风台上接近台湾，也毋过因为欠导引气流，可能呈现西kro啊滞留的状况。从1号开始，2号甚至到3号这一段时间，台风的速度会明显的减慢下来，甚至在台湾东方会有一个打转的现象。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台风在这个时候路径上有往西、往南的方向偏移。那这个往南的偏移，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台风东南侧这个低气压对它有一些牵制的力量。气象局局长陈明典提醒，轩南诺风台已经出现风台眼，结构杂白，强度来到中大上限，压力增强，未当疏忽。有个拜4到拜6，北部东北部落雨明显，也毋过今次发布警报也有变数。今年到目前为止，拢也无发布任何风台警报，已经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上晚一年。今年呢，在整个西北太平洋地区呢，到目前为止总共生成了9个台风，也不算少。那比历史的平均来看呢，大概是少2个。今年整个夏季没有台风过来，7月、8月这段时间呢，是一个蛮特别的记录的。气象局分析，今年7到8月太平洋副高压异常偏强，全台气温明显偏悬。台北市鹅甲玉山3个测站平均温度拢创下同期以来上高温的纪录。雨量方面是历史上第2少的一年。展望秋季天气，如果气温会是正常偏较少，雨量正常，可能会有1至2个风台侵袭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到搭拢无风台哦，即马嘛传出讲水库特别无水咯，大台北地区的翡翠水库目前水是存无到6成，比过去同一个时期减少500万吨。管理局表示讲，会当搁冻3个月是无问题。家人新北市市指哦，到嘛开始伫暗时离峰的时间减压降水咯，一天是会当省1万吨的水。江地区水情转为严重，经济部宣布，为9月初3起，包括嘉南市、新北市石洲区，逐暗在1点到透早5点减压降水。另外，新北塘园、台南是维持水情提醒的青灯。整个基隆的供水区，包含汐止
还有对方都会进入这个减压供水。减压供水，我们预估这一波应该可以节省每天大概1万吨的用水。今年7、8月无风台，北部地区落雨也大大减少，强雨到台北地区用水的翡翠水库水情也无好。历年同期平均水位有154.28公尺，不过30水位降到153.48公尺，比平均水位低80公分，创历年第17届，保证有效脱水量，油源有挖2亿立方公尺，不过甲往年比少500万立方公尺，有效脱水率不超过60%。7、8月降雨降得比较少，我们未来3个月应该是供水上应该是还没有问题啦。东北季风的雨量大概占我们整个翡翠水库集水区大概有7%左右的雨量。就算今年台风没有进来，我们希望东北季风能够像往年一样，能够带来一些雨量。那这样供水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问题。翡翠水库管理局表示，负责阪神地区支援供水，每天大约是80万吨；另外支援基隆供水，每天大约是78万吨。只要水情无继续恶化，拢会负起支援供水的任务。到年底进前，民生用水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因为论文争议退出桃园市长的选举，有12今仔表讲，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接农委会5000多万的研究计划报告嘛拢是抄的。张善政是出面回应讲，这是抹黑。也毋过，伊嘛强调讲，若是研究团队伫资料来源标示无够清楚，伊愿意向农委会来回释的。农委会是强调会详细来了解，才对外说明。民进党前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顶一日才因为论文抄袭的争议退出选战。今嘛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方表出向农委会提出上千万的研究计划，嘛涉及抄袭。民进党团批评张善政研究计划唔但无达到委托的目的，还佫涉及抄袭、假钱，还佫有侵犯版权。这件事情，而且不只是抄袭的问题而已。有一天就又领取政府的一个预算，政府的预算是来自于纳税人民的一个血汗钱。同款参选桃园市长的对手，呼吁张善政赶紧讲互清楚。民进党陈文平表示，用抄袭的方式摕来蹭利头，甲进前学生的事件佫无共款。民众党赖香玲无希望桃园选举的过程一直陷入这种抄袭的挺抄袭的问题。这个是获利的行为，而且是不当获利的行为。这个是政府的国库、政府的财产、人民的纳税钱。那我希望他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视自己这个案子。诚信更不能双标，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尽速，请你做说明。选举过程一再被这样的事件搞得大家对选举失去热情，对政治人物失去信任，我觉得是这个对市民最不公平的地方。张善政讲，这是对国内农业电子化有帮助的代志。在选举的期间，红讲做是抄袭，伊感觉真遗憾。我们现在选举的时候对抗的是整个民进党的国家机器，所以他们各种令人不齿的手段，我们都心里面都有所准备了。张善政表示，这个计划不是在做论文的研究，嘛不是要开发农业的新技术，是要将外国新的农业电子化的进展销解给国内研究单位。当然嘛，要引用真济期刊的内容。在选举的时阵，互提出来安尼做乌，伊感觉是真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开16亿，甲北投这片厂买落来，按算要规划做影视音产业园区。也毋过，这个计划是流标几啊届哦，今年总算标出去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世忠是质疑讲，为着要顺利甲工程标出去，市政府一直在放任标准哦，有放水独立厂商的嫌疑。也毋过，文化局是强调讲，一切拢有依法办理。在北投的制片厂，也翕过真侪出真有名的电影。台北市府为了推动影视产业，2014年向国防部有偿拨用北投制片厂，后来因为开发复杂，几啊届流标，总算在今年6月确定由原宇宙合作联名标到。柯文哲他宣称这个案子要投资新台币超过31亿以上，而且所有的开发保证金一定要超过1亿，但最后市府完全让步，由31亿的投资额，然后降到2.35亿。不过，市议员质疑讲，北投影视音园区经过市长郭文德同意，开发管理金底价是1亿，
投资的金额上价应该有31亿以上，由 BOT 加 OT 外包招商。不过，原宇宙合作联盟煞是干那以2.35亿就标着。详细看公司的组成，这个起付放水，互康克公司标着。直到结标之前，总共其实有8家的厂商来领标，那最后1家厂商来投标。那这个部分都有经过公开评选的一个程序，那也都依照出餐法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文化局表示，评选的听数有公开，这个案件是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案件，希望推动影视产业，培育影视人才。目前当伫咧议约当中，接续会照投资执行企划书来执行，厂商兴建期上长是5年，必要的时阵会当延长2年一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年底的选举，昨开始开放登记参选。今仔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已经完成登记，嘛，搁再邀请侯友宜来辩论咯。另外，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最近拢正关心社会主体，但市长是批评讲，目前的大问题是政府对社会主体，嘛是搁想要回收成本，上好是会当加减趁钱。也毋过黄珊珊是批评讲要降租金哦，则是只看眼前，为着选举无长远的规划。大声喊口号，展现出团结的气势。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透早完成参选登记，伊先甲侯友宜来要求辩论，刷落去，佫批评新北市政府讲把这个邦桥的社体，甲当作是好野人厝内底卖，全部顾虑到少年人大的正义。把社宅变卖成豪宅，一坪85万元以上，是杀鸡取卵。我会透过当选来阻止这样的行为。所有参选的过程，包括登记，我都会尊重我们选举的办公室的节奏。我专心一意，全力摆在市政工作上，那这才是我最重要的目的。侯友宜嘛来澄清讲，财政局无飘售的计划，也若讲什么时阵来登记参选，迄就交予选举办公室来安排。即马全力是咧拼市政。市场的老大，大家好，大家。今我是陈时中，你来电话讲就好。希望年底先投我一票。北市选战的部分。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透早来到果菜市场、甲鱼市场，和民众咧博感情，来争取基层的选票。黄珊珊伊是转去内湖的本命区，针对这个社体的议题，哪里拢咧话讲，就爱降租金。但市长认为讲，瓜市府对这个社体的概念，亲像是就本来求来。黄珊珊是回击讲，降租金这款的算是目睭看无三尺远。我们要做的是永续经营，这样的方式才叫做短视经历。只是眼前选举的红利，争取选举选票的红利，然后不去看将来社宅长期管理维护，然后相关的配套。黄珊珊强调讲，望这个永续经营，唔是咧喊口号尔，这是爱经过算甲整，安尼通互这个社体会当永续经营落去。也若是讲大量长期来用这个公务预算来塌空，安尼去影响到其他的建设甲福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的战争，也毋过全国将近600万的学生嘛要开学咯。当地嘛四界拢会起一寡防空洞，甲接受上青党伫战争中损害的建筑。开学嘛，互学生家己选讲是要线顶上课，还是要去学校上课。校舍墙壁顶四界拢是爆弹的碎片，外口的光线断去，新的窗仔门打安好势。乌克兰过去半年因为战事升长甲介严重，不过囡仔受教权是袂当等的。І яка буде форма обучення, це мені взагалі розбомбили повністю. 为着要家长甲学童会当安心，这间学校正咧打造避难厝。Приміщення, яке пристосоване до укриття. Це приблизно на 300 діток. Стоп, 300 діток, а у вас в школі? Тому зараз вирішується питання, як ми будемо працювати, в якій системі, на ту кількість, яка буде спроможна захистити дітей. 当局赶紧要互囡仔会当转去上课，有部分原因是为着要互妇女会当重返工作单位。只是乌克兰对幼儿园到大学差不多有26000多大教育机构，不过会当确保安全的，还佫无到一半。Готовність 41% шкіл підтверджена з точки зору наявності. 这个是最近这几个月来扩充400%才有的状
况，未来几啊礼拜会当完成更较侪防空的设备，只不过伫咧前线的教育设施是有较歹完成。亲像最近俄军因拼死咧攻击乌南尼古拉耶夫，当地敢若有16%的学校有防空洞。根据乌克兰官方的统计，俄乌战事开战到今，有瓦面2300大的教育机构遭受炮击，其中有286间完全毁损去。联合国的资料显示，因为战火有超过350个儿童死亡，586个受伤，实际数目有可能会比这更较悬。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国际原子能总署派出代表团去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要来了解安全性甲维安的系统。路透社是报讲，代表团已经到乌克兰了。罗西亚国家广播公司就随发布一段影片，指控乌克兰发动攻击。美国的白宫是呼吁讲，双方爱冷静，找出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所带代表团已经到乌克兰，准备要对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炮击所造成的损害做评估，确认安全甲功能运作。不过，还未开始，俄罗斯国家广播公司就发影片，指控乌克兰攻击核电厂。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там в 30 метрах находится хранилище радиоактивных изотопов. То есть вот оно грязное было. Вот оно все. 俄罗斯外交部讲，莫斯科伫咧几个月前就动起 IAEA 任务，官员也强调会保障因的安全。Игроков, если можн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у 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оведени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то, кроме как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самоубийственным, его назва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 美国白宫希望和 IAEA 无受限制入去核电厂执行任务，也希望保持冷静，找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法。The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basically controls all the electrical power for much of southern Ukraine and even beyond, and so he can hold that power hostage. 对离岛上新的卫星相片会当看到核电厂附近的树林青烟，反映路边建筑物的厝顶也有损害情形。俄罗斯国防部讲，应该一台想要攻击核电厂的乌克兰无人机拍来。Удалось сбить во время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зда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корпуса номер 1, в котором хранится ядерное топли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твердые радиоактивные отходы. Сбитый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и дрон упал на крышу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корпуса номер 1. Серьезных разрушений и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удалось избежать. 俄罗斯甲乌克兰双方指控对方攻击核电厂设施。G7 七大工业国家集团的禁止扩散小组发声明讲，欢喜看到 IAEA 代表团会当去，不过也重申扎波罗热核电厂是属于乌克兰所有。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巴西的亚马逊雨林有一个神秘无要甲外界接触原住民查甫人，外界讲伊是部落最后一个族人，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拢秘伫家己窝的山洞内底，所以嘛互叫做山洞原住民。最近传出讲伊已经过身了，嘛代表讲伊的部落已经彻底消失了。画面中的查甫人只伫腰垫一块布，举布头咧扑心灵的树仔。伊是亚马逊河南中一名神秘的原住民，因为孤单一个人佫神秘，无名无姓，加上大部分时间拢秘伫家己窝的饭行内，所以互叫做洞穴原住民。这名查甫人最近发现死伫吊床顶，因为伊的身边藏色彩艳丽羽毛。专家认为伊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也估计这位洞穴原住民大约60岁。这名神秘、佫孤单的原住民，数十年来经过土地风袭击、朋友佮家人风杀害，造成伊无法度相信外来族群，拒绝甲外界建立联系。根据研究机构观察，目前大约只存107个孤立的原住民群体，也生活伫亚马逊河南内。外界对因的人数、语言佮文化，会当讲拢唔知影。公司新闻地伟人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日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指出讲，昨下晡4点左右，发现天顶有中国的无人机哦。咱国外交部嘛发声明批评讲，中国是区迄麻烦制造者。中国直接派出无人机接近台湾，有学者认为这已经算是准军事行动啊。美方嘛表示讲无法度接受，会来协助台湾防卫，嘛呼吁中国得爱遵守国际法。几日之前有发生真侪届中国无人机飞来咱外岛的事件，佮协助我军的防卫做鬼。陆军金防部离到下晡，佮伫离西苏大约200米远的限制水域，空中大约30公尺悬的所在，发现一只民用无人机，随个射信号弹，甲赶离开。
驻守部队及示警、通报、驱离、防卫射击之程序应处。该架无人机与守军射击信号弹示警后，往厦门方向飞离。 针对中国掠无人机飞入金门，搁在大声话一中，咱外交部以不请自来为之策，批评中国是酷刑麻烦制造者。嘛学者认为，对华无人机一直侵扰，就是准军事行动。参考过去以色列的经验，用火炮射击可能造成人权的损伤，会当改用飞行物也是电子干扰应对。利用民主国家谨慎使用武力的这种考量，无人机持续侵扰我外岛的这个防卫据点。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灰色地带的行动，也就是一个准军事行动。利用包括就是干扰枪捕捉，或者是说特殊的机具把它撞毁。美国批评中国相关的动作是要改变现状，建立新常態，嘛甲態度人嘅，講因絕對袂接受。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whatever new normal the Chinese want to put in place.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hat we c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o help Taiwan defend itself. And you saw over the weekend 2 Navy cruisers conducting a Taiwan Strait transit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abide by international law. We certainly urge the Chinese to do the same. 可比提起有2架美国驱逐舰通过台海，希望中国遵守国际法。北京发言人尚皮也嘛表示，未来这几日甚至是几个月，拢会继续部署甲演练，来回应中国对台湾掠水行为，希望让局势恢复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苹果新闻网传出讲，明仔载就要结束。本地要买苹果的头家潘吉贤，今仔嘛甲媒体见面，表示讲这笔交易无法度继续。也毋过，伊真烦恼讲员工会无头路，所以会成立新的新闻网，嘛强调讲一定会遵守台湾的法规。目前是有9成的员工会加入新的公司。从始至终，我唯一的交易对象是黄浩先生跟他100%拥有的公司。 我从未跟港屏或台屏有任何的交易关系。台湾苹果新闻网交易案继续引起外界讨论。科技创业家潘吉贤亲自除了说明只甲黄浩接触，无甲港屏台屏联系交易之外，更加宣布交易案无法度进行，将成立全新的一屏新闻网。在现况评估所已收到的交易对象提供的文件，交易是无法进行的。 透过就是龙城创意新聘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会在9月1号的时候加入公司，新的公司创办新的一屏新闻网。创立新的一屏新闻网，潘吉贤特别强调，五不一绝对原则，袂使用台屏内品牌、网址、个资数据、资产，也袂介意一屏新闻网的中立性，佮遵守台湾法规。一屏新闻网和台屏新闻网 完全无关，也不会有一个共平台的一个理念，他们是2个平台，完全无关。另外，虽然交易案无公成，也不过潘吉贤伫2礼拜之前，以良成创意来聘用原本台屏买资遣的员工，已经有96%，大约200多人同意加入新公司，9月7日正式就线。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南港两体园区，曾发生一件惊悚的纠纷哦。一个细汉的查甫人不满讲，今年的4月份，女朋友要求分手，所以就到前女朋友公司附近等人，摕刀仔来杀人。加在有民众斗3工，警方嘛来抓人，甲嫌犯移送法办。 伫一间超商外口，一个穿白衫的查某人手举刀啊，向涂骹这个查某人大力甲拄落。伊是惊甲大声喊救人，边仔有几个民众举雨伞要来斗阻挡歹人继续甲伊攻击。就他跑过来，然后他刀子在。这个查某人趁机会一路走去对面的店头，查某人举刀啊继续甲伊虐到豆奶店内底，佫继续甲伊攻击。 有民众看到规个代志发生的经过，嘛甲伊斗处理空喙，一直到协助受害者坐去救护车了后，伊才安心离开。因为那时候救护人员也还没有到场，对我就想说我可以就是进去帮忙看一下女生的伤势。后来救护人员就是反正也到场了，我们就是一起就是帮她抬上担架。 这个热心的民众进前捌做过4年的护理师，伊讲代志发生的时阵，听到有人去弄掉的声音，而且真大声。第一时间随举雨伞去干扰这个嫌犯，看到对方手举开山刀，加减还是会惊，
不过也是随敲电话报警察。来，手在后面，手在后面。警方接到通报，3分钟随赶去现场，嫌犯分尸点规个拢是火，警方随家铐手铐介护送医。南港分局立即启动快打警力，火速赶至现场。警方将因杀人未遂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表示，这个40岁姓陈的嫌犯，甲受害者本来是男女朋友。今年4月份，被害者讲要甲伊扯，嫌犯想要搁做伙，毋过煞去互拒绝。而到去台北南港，受害者因公司附近要甲转，等到这个前女朋友出现的时阵，嫌犯随拿刀甲伊攻击。这个因为感情的问题，竟然出手公开。专案目前向杀人未遂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头城昨发生一件渡水的意外，一个47岁姓林的查甫人，甲朋友去掠鱼，后来就失踪哦。消防人员出动去找人，也毋过已经不幸渡水死亡了。消防人员开头顶伫咧竹牌仔顶头一直做 CPR， 一直到进化拢无放弃任何希望。别再前去路了，准备板。棍子给他，棍子给他。宜兰县头城镇德安桥下发生渡水的意外，47岁姓林的查甫人甲伊朋友离背烧石去钓鱼，下昼4点外2个人进花了。姓林的查甫人叫因朋友先转去，伊确换会去因朋友因兜找伊，也毋过因朋友一直等到离岛拢联络袂到伊，担心发生意外，赶紧报警。我们于竹湾桥下桥墩处有发现疑似潜水客的钢瓶，那我们立刻就在人员靠近之后，将溺者拖上船艇，那持续做 CPR， 将他拖曳上岸。消防队伫暗时7点多找到姓林的查甫人，也毋过已经无喘气心跳，随送去幸福病急救，也毋过有缘救袂大。警方对伊的外观看无他杀的可能。有可能是伫咧掠鱼时阵发生意外渡水造成死亡，因那详细死亡原因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苗栗昆武掩埋场的争议哦，反昆武自救会拍行政诉讼是胜诉，县政府嘛讲哦未搁上诉，也毋过昆武公司伫顶礼拜又搁上诉。律师詹顺贵是表示讲，并判的几率是真低，也毋过自救会是真烦恼讲昆武公司会来要求国家赔偿。苗栗造桥的昆武掩埋场争议已经超过20天，台中高等行政法院7月2日宣判昆武公司无实施宽评，苗栗县府应该停止掩埋场相关的开发，毋过专案也会当上诉。苗栗县长徐耀昌7月27宣布考虑到社会和谐，放弃上诉，希望这个争议就安尼收煞。毋过昆武不服顶礼拜提出上诉，环保局嘛已经证实，但是嘛强调9月13同意设置的文件嘛是会失效。对啊，他有上诉，他就是有一个副本都给我们了，同意设置文件的部分，可能就是到9月13号以后就会失去效力了。反昆武自救会律师詹顺贵认为，若是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要并判的机会是真低，而且若过文件失效的期限，昆武想要重新申请试运转，嘛是要经过宽评。因为我们详细看了原判决写的理由，一项一项驳回的非常，就是把对方的主张驳回的非常的详细，所以我相信最后他的上诉应该会被最高行政法院驳回。同意设置许可文件失效，他就必须整个程序要重来。那重来他还是要去做环评的。自救会表示会坚持守伫昆武的门口到失效期限9月13、24点为止。虽然无烦恼上诉的结果并盘，不过若是昆武提起国赔案，就惊苗栗县府会调降行政疏失赔钱给业者。国赔应该会是之后的事情。万一是这2大党的候选人上台的话，我觉得都是还是有可能会愿意赔一些钱给人家啦。不过，律师詹顺贵表示，这个案件是昆武公司咧闪宽评，国家并无政策行政方面的疏失，目前看无政府有需要负担什么国赔责任的所在。若昆武公司这边一直到这个为止，拢无得到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规定讲，高中的早自修爱开放学生自由参加，所以即马伫8点10分之前去学校就会当。也毋过传出讲有一寡学校嘛是要求学生囡仔爱伫7点半之前到学校哦。教育部是表示讲，不管公私立的学校，拢爱遵守新的规定。7点1到协助引导沟通的学生甲老师徛伫学校门口，有同学为着要赶伫7点半之前到学校，就要6点就起床。因为教育部修正的高中早自习新制虽然上路，学校也是发通知甲学生讲，会伫尊重政策的原则之下，依然维持7点半之前到学校。
8点到学校会比较理想吧，因为就是基本上就是真的可以睡得比较久。希望能晚一点去吧，这样可以睡比较晚，这样去上课比较有精神。为这高中部的学生反弹，有高二学生质疑学校无听因的意见，嘛发起无配合的运动，呼吁教育局要检视学校，甚至还佫要求因的服装仪容。不过学校回应，道明是完全中学，为着让高中、国中学生伫学校的生活规划同款，而且配合着车辆调度，还佫有家长接送的时间，才维持7点半进前到学校。但高中生第一堂课上课进前还无到，袂处分，嘛袂列入记录。我觉得学生就应该有学生的本分，对啊你来，不管你要不要早自修都 OK。对上班族的家长来讲是 OK 的。就改成8点会对你来说比较轻松一点，对，比较轻松一点。新规定，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已经真侪届来宣导，道明的部分会请学校爱遵守规范，嘛会到学校来了解。教育部即时回应，会继续来督导着学校啊，甲地方政府。若有学校无照规定，辅导了后，依然需要改进，私校会按照私校法规定处理。公立学校即是列入人员升级的考核。记者王刘婷、陈hen坤共报道。教育部宣布讲，校园反霸凌专线的电话号码改做1953，因为高中已经取消做早自修了，即嘛较歹找时间来宣传哦。教育部是希望讲学校会当甲相关的教育加入课程内底。30个大人坐伫学生的椅道顶悬，手掌向头前点出去，表示反霸凌的决心。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正式启用。为30开始，教育部反霸凌专线电话改做1953，因为过去的电话号码伤长、伤歹记。0800200885蛮长的哈，我们把它简化成为1953专线的电话。其中呢，53呢代表的是友善的一个谐音哈。打造友善校园袂等得，根据儿童福利联盟近2档的调查，国小4到6年的囡仔当中，有66%表示捌参霸凌事件牵头做伙，其中有2成讲因是霸凌的受害者。那近年来，其实网络霸凌越来越严重，大概也有1/5的孩子说他们都有被网络霸凌过，所以可见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30嘛是开学的日子，根据教育部上新的规定，高中除了1礼拜1届的调会，袂使强迫学生参加早自习。不过嘛有学校烦恼，头1礼拜是友善校园周，反霸凌等等的活动，就无法度伫早起时举办。可以透过呢学校正式的课程，当然也可以透过一些非正式的课程办活动的办的部分，采用融入式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活动的宣导。教育部处长林廷高表示，期待学校会使发挥创意，用多元的方式宣导友善校园的概念。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有一位国外画家伫推特表示讲，台中的凤凰饭店房间的壁纸是伊画图，也毋过伊并无授权。饭店是强调讲，拢是交予设计公司去处理，有问题会先甲壁纸换掉。律师是表示讲，因为台湾有加入 WTO， 所以这国外画家是会当来按照咱国的著作权法要求赔偿。温暖的风格配壁顶古水的插画，台中的凤凰酒店推出亲子客房，即马所传出侵权的争议。外国的插画家 Norin 伫咧 Twitter 指出，有网友发现壁顶的插画甲伊的作品是完全同款，甚至已经偷用到会当编出杂志的目录，民众嘛感觉实在无妥当。没有仔细的话，其实不会发现。那当然，如果知道了，还是觉得要注重那个著作权。饭店表示，目前亲子客房有50间，其中10间有侵权疑虑的客房，拢已经先停卖，因为房间的设计甲时间拢是交予包商，所无提出授权，也是插画来源，会要求包商来说明。饭店这边嘛公开向插画家回实的，因为我们是直接委托给承包商设计跟规划，那并没有去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些审核，对，所以我们酒店也是对插画家觉得很抱歉。律师表示，虽然不是本国的插画家，不过因为台湾是 WTO 的会员国，原作者的相关权益嘛是受到国内著作权法保障，会当依法主张权利金也是赔偿。侵权方其实是这个酒店，那酒店如果说跟这个委托的这个厂商有什么样的纠纷，他们应该自己透过自己之间的契约去进行求偿哦。但是对外来讲，侵权的还是凤凰酒店。
律师嘛强调，因为实际使用炒话是饭店的业者，伫法律上袂当怪罪伫咧包厢这边，也是爱由饭店业者来担相关的责任。若饭店业者除了对炒话家提出赔偿，嘛会清查其他的房间，敢是嘛牵涉到侵权。记者综合报道。新学年度教育部推动的偏乡中央厨房的计划，云林县有9间学校提出2亿7500万的补助，会来改善这9间学校的厨房设备哦。有21间学校的学生会当受惠。主办人员将菜煮好后，赶紧利用保温的长压分针，搁装上食物的图纸，经过手机系统监看温度，最后由餐车直接送到邻近的偏乡小校。以云林美工国小来讲，正在进行中央厨房的新建，目前已旧厨房。申请5亿邻近2间小校的营养午餐。我们是中央厨房要送到2校，那送到2校的时候，送到那边我们要知道它送到那边的熟食温度是几度，就是才不会有那个食物中毒的那些情形出现。对了，供餐的一个车程流程跟实际装载的作业，因为再从这边要上车到那边下车到推到学校的指定的一个位置，先做一个模拟。为了改善偏乡学校供餐的问题。教育部推动偏乡中央厨房计划，云林县总共有9间学校通过申请，9间学校增建也是改建成中央厨房，会当供应邻近总共21间的偏乡小校，以解决小学校因为老师学生较少，办餐无简单的问题。每一个中央厨房都会供应2所到3所的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了，哦，那我们都会有这个运输的专车。那原则上，它供应的学校就是距离以10公里跟车程30分钟以内为限哦。那所有的这个运输车相关的保温保冷相关的一些设施设备都非常的完善哦。文管副教育处表示，目前9间学校中央厨房改建，只有未了国小的进度小可较慢，其他8间学校的供应仓库拢已经完成验收。另外，为着要提升用餐的品质。原来嘛，成立食材采购的联合小组，希望透过集中采购和议价，来提升营养午餐的供应需求。以上为报道。屏东科技大学团队配合政府发展树林卡经济，老师甲学生做伙去协助屏东雾台乡部落农民来种金线莲哦，嘛开发面油、地叶包佮保健食品等产品，来增加金线莲的附加价值，嘛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屏东科技大学的老师当日小解用树林卡栽培安怎种出金线莲，而且新任系甲生科系的师生，佮开发出面油、地包、保健食品这些产品，希望增加部落农民的收入。那这个中草药有市场上的需求，那我们又怎么去保护野外的族群？我们用林下栽培会是一个好方法。那刚好又配合108年4月林务局推出林下经济政策，透过树林卡经济政策，农民通伫树馆用友善环境的方式种其他作物。屏东雾台乡的阿里甲新山部落，经过专家的指导，农民甲金线莲种伫有铺腐蚀质培养土的篮内底，无除农药，只是用塑胶套甲网仔甲砍咧，防止生虫。放伫树卡，经过自家调整，才种出品质好的金线莲。不断的去调整，才能去找到它在地的一种种植的方式。我们比较性的试验结果发现到，林下栽培的金线莲，它在抗氧化活性或者是抗糖化活性上面，都明显的比温室栽培的金线莲还要来得好。屏科大透过 USR 计划，来提升部落的农民金线莲的栽培技术，佮协助开发升级产品，也促进树林卡栽培这款种植方式的经济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地道是日本真重要的文化，咱来看台南后壁一个社区哦，嘛邀请地道老师带时段来体验煎茶、烘茶、甲食茶礼数，唔免出国，地当来感受日本在地文化。老师用茶匙养烧水泉茶，阿公阿嬷摕去茶碗金金看。台南的后壁顶堂社区邀请老师来教日本的茶道文化，互时代对咧学泉茶、食茶，每一步拢有美感，就爱详细讲究。真正在日本，他们怎么样在体会这个茶道？即使不会泡，至少会喝。其实我们也常常在日本都有一些旅行团的时候，也有很多体验的活动。我觉得下次遇到这个体验活动的时候，我相信阿公阿嬷他会有很
亲切的感觉，会觉得说哦，这个我学过，我知道怎么喝茶的道理。老师甲茶果、茶粉传遍遍，时代只要空手来食，唔免出国就使学到几套日本茶的文化。透过实际钻茶、烘茶、制手经，唔但会使体验到茶的礼数，搁通学习茶的静心和谐的精神。日本茶道是一种很精致、很繁琐的一个活动。那借由这个活动，让社区的老人、社区的乡亲能够借由互动，然后学习一种在地的美，然后职人的美，甚至于有一种愿意学习互动的这种融合度，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借由一次一次的练习，能够更感受到吃茶道的美跟谱。这届社区办的日本茶的课程，唔但在地时代来捧场，佮吸引其他县市对茶道有兴趣的人来这参与。大家联络感情的时，时代也通家己动手做，佮紧脑筋，减慢老化速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嘉东的文峰社区，甲当地国校啊合作，用一寡海洋的本色来布置巷仔做桌啊耍哦。即马社区嘛，真做是一个生态艺术村，咱做伙来看卖。社区的时代也画笔真足彩绘，予学生囡仔做的玻璃龙模型食色，这海洋本色都是真做一个作品。这是屏东嘉东的文峰社区，和阮啊国小合作，时代甲囡仔同齐设计艺术品，摕来践踏社区。因为小孩子他毕竟他们是比较有活力的嘛，会触动老人家的那些一些想动的动力这样子。你看我们孩子在画图的时候，他会对于他的作品有很大的成就感嘛。那老人家他们也是会。像这个成果展起来，大家都很高兴啊。哦。社区的老大人和囡仔做伙用海洋本色做艺术品，唔但互即寡长辈愈做愈欢喜，佮较有动力。学生囡仔嘛，趁口纸时啊，会当探访社区，找找在地特色，认捌家乡。来跟社区的长辈一起共同创作互动的过程，发现原来家乡有这么有特色的地方。那小朋友的学习当中呢，才会更认真、更努力去了解说，哦，原来我们家乡有这么多有特色的地方。大家用废弃物做出鱼啊、虾啊、甲酸蚵，甲社区内巷仔甲壁顶拢打造做海底世界。变做翕相景点，社区嘛希望未来会当真做海洋本色的艺术村，甲在地特色形象出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米其林星级的餐厅，今仔公布嘛是头一档哦，有加入台南佮高雄餐厅的评鉴，也毋过台南哦并无摕到星的餐厅，高雄是有2间餐厅摕到1粒星。台北一中哦，嘛阁继续摕到3粒星，嘛已经是连续5档拢摕到3粒星咯。这嘛是国内唯一一间3粒星的餐厅。主办单位今年嘛颁少年总菩萨奖、佮服务大奖、佮有侍酒师的奖哦。去年因为疫情是线顶颁奖，今年已经转好恢复举办，场面是真热闹。交通部嘛强调讲，即马边境特别开放咯，会积极来向国际游客来开展台湾的美食。再来看政府推动绿色能源，最近有业者向银行贷款88亿8千万，要来推动气电共生。也毋过有环保团体就质疑讲，国内无环境检核的机制，嘛无总量、无分区的管制甲规划，会去影响到生态。为着要发展热能，未少温仔会装太阳光电棒，不过土地面积有限，有业者就推动室内养殖，伫厝顶来装光电棒，覆盖率是室外温仔2倍。但是西南沿海逐年拢有盗鸟会经过，专家就咧烦恼讲，未来若是光电棒设落去了后，土地会互建筑物拢炸掉咧，安尼就会去影响到在地的生态。它会造成所谓的栖地破碎化，那这些鸟类它们可能就会开始回避这些区域，减少这些区域，而进而整个栖地去丧失。嘛有环保团体烦恼讲，目前已经有200多公顷申请光电棒，若是光电业者一直投入，未来若准讲经营较无好，安尼是毋是有可能会物价袂收煞咧？特别更重要的是总量管制，我们认为一定要有总量管制，你不能一开始一下子就放太多哈。款团指出，伫咧环境甲社会检核机制之下，若是未来室外温仔要伫咧关注减缓区来开发供电，就要提出因应对策送审查。毋过，若准是室内温仔，说是完全都毋免。2到3公顷的小小养殖工厂，它可以肆无忌惮，想盖哪里就盖哪里。在关注前缓区，应该是连户外型都要做严格的要求，那室内型应该是根本不能进去的。
5个环保团体共同要求农委会企业署应该赶紧提出全国室内养殖设施白皮书，有更较清楚政策，才会当进行有效的管制。款团强调，因毋是反对绿能，但是认为应该伫有规范妥当的所在来推动，才会当避免失控。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是全国心脏病死亡人数上侪县市，有一间医疗器材公司捐予台东10套新型的心率监测设备，要来增加地方医疗的资源。咱做伙来看卖。台东马家病院心脏科门诊，病人毋免到病院，医师用电脑就当看到病人的心率记录。因为病人身上是伫一种像随身碟大细的心率监测晶片，病人来到病院回诊，也只要靠近仪器，就会当读到病人心跳的长期记录，比传统监测器更加会当找到病人心律不正的问题。很多病人啊，在做检查的当天没有不舒服。机器一拆掉，又开始不舒服。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时间可以拉到2年。好，如果说你的心律不整，这1-2年就是出现过，它就可以抓得到这样子。台东县是全国心脏病死亡率上悬的地区，卫福部110年统计，台东县有519人死伫心脏病，比去年增加55人，而且我10年心脏病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医师判断是传统监测心率机器无法度准确发现病人心脏问题，早期介入治疗。也毋过，即马有医疗器材企业捐赠10套这种新型实质心率监测设备，予台东，会当挽救更较侪偏乡民众的生命。还要去急诊哦，然后爸爸妈妈会想啊，说我都要麻烦小孩子，还要舟车劳顿1-2个小时。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没有被满足到的痛。因为这款设备真贵，而且健保无提供给付。目前台东马街病院会评估先提供予足侪心脏病高危险群的病人免费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